地方风上头来关心司法院，即马要伫台北嘅华山草埔啊，即搭去司法园区，这个月初已经动工，验过工程内底会甲不计为止嘅月台拆落来，刷位去保存。民间团体即马是发起联署，5万要抢救月台，希望司法院会当先停工，做好原地保存。 台北华山草埔边啊，有一大片互人靠起来的工地，初七正式动工。未来几六间法院要刷来遮，成做司法园区。毋过内底有一个看起来普通的红门头平台，其实50当前是送货铁基路月台，可是全台湾唯一信纳型的月台。捷行月台它主要功能就是它可以让很多的车子在不同的位置同时做到上下货的这个。 功能其实这个部分在1937年规划的时候，在日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月台的配置。1937年起的华山货运站月台特色是台湾铁路货运史上重要的见证。那安尼，自1950年代开始，这嘛叫做政治犯要送去火烧岛减混的头一站，即嘛才已经登录成做白色恐怖的不计为止。 一寡政治受害者，伊要去伊送去绿岛的这个所在，这个重要的点。所以因较早的时阵是人手靠靠的吼，啊一手爱赶行李，一手甲另外一个滥用手靠靠，是车去向送去吼，坐火车送去哦，例如讲去家人啊去倒吼，这准备这坐船去绿岛这个所在。司法院表示会甲月台拆掉刷位保存，不过民团发起联署，目前已经有291个人甲组织共同呼吁司法院先停工。台北地方法院院长黄国忠表示，因为月台拄好伫未来新起的大楼中央，原地保存是真困难，因会继续甲民团沟通，帮找到双方的共识。记者林世华曾派文台北报道。